有朋友問咧，想問下師兄，你最中意嘅3部電影係咩？會唔會偏向武俠片，定係玄幻，定係其實你最中意睇愛情片？同大家分享啦，好多電影我都好中意，因為我係一個電影迷嚟嘅。我覺得將呢個世界同埋未來嘅世界或者夢境裏邊嘅世界講得非常之清楚嘅一部電影係 Leonardo 嘅叫做 Inception 啦，即係《盜夢空間》啦。我覺得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去睇下嘅。第2部咧，我斷估你哋都估唔到噶啦，我係中意睇 Marvel 嘅 Avenger。Avengers 所有嘅系列，我覺得裏邊佢解釋咗平衡世界啦，好多嘅宇宙空間嘅嘢啦。咁第3部咧就係來自於王家衛嘅《東邪西毒》啦。將一部武俠片拍得比較嘅愛情文藝片啦，我覺得喺裏邊有好多經典嘅句子啦，同埋裏邊將人與人之間嘅呢種愛恨情仇啦，展現得淋漓盡致。呢3部係我暫時覺得比較好嘅。當然你哋如果有興趣想了解嘅話呢，我可以真係出一集風水說道咧，同大家講下乜嘢電影同道係有關嘅。